仔日5月7日劳动节，嘛是疫情解封了后头一个劳动节。这个各行各业是行就街头，为家己争取权益。像学校的教职员无适用劳基法，今仔日无法度休权。也有警消人员本地加班费加起来应该有4万块，所以因为有限制，上介最只会当领到19000块。这个权益是比袂着劳工。这个行政院人事总处出面来表示讲，甲相关的单位讨论了后，会伫个2礼拜内做出回应。全台最大惯老板，全台最大惯老板，政院剥削公务员，政院剥削公务员。伫日头壳，警察和消防人员也飘起大声喊口号，5一劳动节这天，因要替家己争取权益。加班补偿要加倍，加班补偿要加倍。大个月加班，加到过磅是警消做工课日常，不过权益煞属乎劳工。以加班费1点钟薪水来看，刚有底薪和专业补助特别来计算，加班1点钟薪水就算半暝将去拍火，上济嘛敢若领平常时的薪水。无亲像普通劳工，照上班日和休困日来算，前2点钟是1.33倍起跳，后2点钟是1.67倍起跳。甚至大个月加班费用上济敢若领8-9块。如果以凤点大概250块来算的话，250块乘160个小时，他其实可以领到4万块的。但是有些学长他可能领到4万块，但是他实际上只能领到19000，剩下的就变成补休时数或者是嘉奖。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加急或者是一些费用，它原本的政策目的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是不是全部都适合拿来作为这个加班费机制内涵？这个需要讨论。2周。警消和公务人员加班制度和一般劳工是真差个真大，不过嘛有的行业无适合用这个劳基法，5月7日嘛是爱上班。5·1国际劳动节，全民放假真团结。5·1没有局外人，劳工都是一家人。喊口号做什么效果？因为以即卖制度来看，无受到劳基法保障的套路，包括无固定营业地点，或者是地址的点心档、非公立病院的住院医师，各有学校老师、教职员，甚至是家庭看护，超过50万人，劳动节无通休，嘛无通补休。我们的劳动基准法是劳动法规的最低基准。那竟然还要比最低基准还更低。疫情慢慢变好，头一摆5一劳动节游行，就算当着拜1，不过非劳工嘛是牺牲假期，站出来捍卫家己的权益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